大家平安，老师平安，平安，大家欢迎来参加咱的讲台语61集啦吼，真紧吼，时间过了真紧啊！讲到时间吼，就想到老师为虾米今仔要讲这个？哇，这几啊代哦，听讲老师都认真去找，我个我敢知影阮阿公是啥尔吼，搁去哩毋知影。即份的人较少咧讲这对无吼？为虾米老师会来讲这咧？迄个精神嘛吼，阮爸爸一定蒙住文调一定过往去啊吼。啊，伊伫生前伊有一个想讲要来追踪过去的先祖的一寡想法甲因缘落去吼。啊，所以因一直想要来做一个家谱，但是一档过拢无做吼。啊，当进前几个月前，阮爸爸过往去了，我倒去想是一个问题。阮太太常常甲我滚笑吼，讲我这个人吼，做代志吼，拢讲袂翻车，哪上烦啊？想要烦恼，拢上烦恼。烦恼是啥物？烦恼会、烦恼乡、烦恼。台湾吼，离迄个台湾捌受日本的统治过嘛吼，所以离迄阵的统治的过程中间吼，伊有台湾住喺土地顶悬人分作几种，有一个叫做讲为中国来讲，伊是福建的人，伊有可能是福建人，有可能是种咱即摆讲即个河洛人嘛吼，伊有讲伊的本质是种迄个广东，有可能是客家人家啦吼。当然，伫咱台湾都有两大族群，但是这两个族群吼，伊分散独地，有讲叫做青番，甲石番，吼。迄个青番吼，就是讲伊住伫关山的所在，伊无受教化。这个教化，这物件是统治者讲的啦吼，统治者拢讲这人无受教化，叫做青番。住伫平地吼，叫用俗番，有受教化的番。所以台湾有一句话吼，讲讲这个人吼，拢讲袂翻车那烦啊。所以这个是张弟兄吼，伊讲荷兰人是红番，敢是安尼？台湾吼过去吼讲荷兰人讲叫红门番，伊头毛红色的，头毛金的嘛，那种红的叫红门番。红门，所以讲到番啊，其实是无啥物好的，是安尼吗？以中国来讲啊，番吼就是住伫中原人叫做是人，伫中原以外拢叫番，所以咱会食物件叫番仔姜。番仔姜番仔姜为外地来叫番仔姜。所以即阵已经无人咧讲番仔，即阵拢讲山地人对无？原住民还是山地人？原住民，老师。咱今仔为什么来讲着家谱？当然，伊想要去完成阮爸爸的过去的一部分，伊无完成一部分。我拄仔在想着讲，即个家谱吼，甲咱的信仰有一寡关系。有啥物重要的呢？为啥物爱去找即个呢？吼，咱早有讲着吼，上帝创造天甲地阵有创造两个人。一个人是查甫的叫阿当，一个查某叫做夏娃，即个两个人是人的先祖，对，是人的先祖。但是人拢一直咧犯罪，咱伫顶个月有讲着吼，迄个那阿是阿公阿花的囝孙嘛吼，但是迄阵的人拢足歹的。迄个拢超发现动拢无顺，以良心来讲，无顺着良心的行啦吼。以顺来讲，啥物好甲歹嘛，拢是凭着家己良心嘛吼。迄阵的人拢无凭着良心，种足歹的。所以当时上帝为着要伊创造人，伊感觉讲我创造遮个人，但是遮个人拢无听话，拢做歹代志，所以伊想要来毁灭即个伊创造这个世界，但是伊看到有一个人叫拿阿，这毋到这人
可以去山顶做遮船，啊了咱有看这彩虹天，彩虹这天嘛，咱看到天就知上帝伊听人将迄个哪一家伙留落来，伊讲我着以后我无得要用对来为这世界，但是你看伫即个哪了后，人敢有变好？人敢有变好？那像无呢吼，即阵愈来愈惨啊。咱无变好，咱顶要袂看到林老师讲到巴别塔，人要去到悬来，要去到悬，要甲上帝平悬，人开有骄傲嘛来，因为要甲上帝平悬，伊就真侪无共款的想法，但这种是人无好的所在。咱爱人到无好你讲咱犯罪，伫咱即摆社会中间，咱犯罪会安怎样？咱犯罪。告诉无去用掠着，我无代志嘛到去用掠着，我叫人判刑敢是敢是偷摕叫人掠去关，叫人判。我犯什么罪啊？讲白贼嘛，袂去用掠啊。这白贼这物件，这道德上的问题啦但是咱只看讲，我去伤害别人，我偷摕物件嘛我伤害别人的物件的权利，偷摕，人掠去关。我今仔若想教一人无欢喜，我叫人拍。造成伊受伤，也是有伤亡，我着有去损害别人，我会着叫人掠去关。所以阵，伊伫上帝或是讲人到犯罪，你知影再来犯罪拢是杀人嘛有你看即个圣经法讲即个阿伯甲该阮害死人，到世界的人都减一半的人，对嘛所以伫上帝早就有一个计划的人，拢做歹犯罪，免怎样创造人是要甲伊来去享受即个世界好，但是人无拢犯罪，犯罪就爱死嘛所以咱会讲伫圣经内面，咱有听过一个物件做弥赛亚。弥赛亚，啥物是弥赛亚？啥物人是基督即来讲着。耶稣伊对人一个永远的计划，伊创造人要来享受即个伊创造的好，但是人犯罪，了后上帝因为人的犯罪，拯救哪一家伙，了后人有人无去感念上帝的听，做个巴别塔，慢慢人就愈来愈歹，迄阵伫即个咱读过册嘛讲国早进前伫地球一个足好的所在，叫回货月湾。有啊，有读过这。回货就是两河流域嘛，两河流域。两河流域这。伊去见到一个人，迄人叫阿伯拉罕啊，迄人叫阿伯拉罕。伊讲你离开你的本家本族我要带去你一个所在。你所在，我要互你的子孙非常的多，像天顶的星、海边的沙遮多，咱来看当然，伊讲伫阿伯拉罕的阿伯的子孙内面，要来一个弥赛亚，咱来讲，啥物叫弥赛亚？就是弥赛亚，就是救主，咧救人的。当然弥赛亚啦我去查足侪种伊的一寡资料伊讲是，即个物件甲基督伊意思是共款的，但是伊是无共款的语言，一个是希伯来文，一个是希腊文。但是伊咱即摆讲如果你看和本的圣经叫做受膏者，受我油的，当然。伫迄个以色列即个国家啦，还是讲伫中东即个地区来讲抹油是一个宗教的仪式，是宗教仪式。咱讲伫古代那种古约的时代受抹油的伊即个是一个宗教仪式嘛。但是宗教仪式内面有3种人会去抹油。一个是君王，一个是先知，一个祭司。咱看到迄个当时一个先知
要去找一个王，个王叫做大必，你们做一做一准备。萨摩对，萨摩尼吼，萨摩尼，萨摩尼吼，伊上帝话伊启示讲，我要去入一个王，你去抹油，就去找，找到一个迄个叫大必，就抹油，吼，就是未来上帝要因为竞选甲车间要去完成上帝一个计划，所以伊去找着大必抹油，尾后大必吼，伊有诚多一个国王有吼。伊犹原是阿必来汉的子孙，吼。是。咱看先知嘛是吼，先知你捌看过先知叫人抹油的无？先知去互抹油。伫即个古约时代，先知甲祭司因的职分吼都类似，但是先知是帮咱上帝的代言人。上帝有啥代志要百姓讲吼，咱即摆咱祈祷嘛，上帝就来话咱骄傲嘛吼。但是伫古约时代无吼。上帝要学伊的百姓讲诶，会经过先知，吼。但是咱有一寡宗教仪式，咱爱经过祭司来帮咱去完成一寡。咱像咱有讲有5个祭，5个祭，吼。讲赎罪祭啦，吼，赎罪啦，吼，烧祭，这物件拢爱经过祭司来帮咱完成。所以这个人一定爱是上帝来竞选的，所以君王、先知甲祭司，拢去受过一寡比如讲上帝代言会抹油了，表明即个人就是上帝所竞选的，伊嘛要朝天去完成上帝一个计划。是。这叫做弥赛亚，嘛叫基督。咱讲什么叫受膏者，嘛是叫做抹油的吼。抹油的，拢是共款。拢共款一个意思，像讲吼，我讲一个咱生活中的物件啦，吼。你捌食过面包无？面包有啊。面包吼，恁来面包台语咩讲？台语。面包台语观众朋友，面包的台语咩哪讲？胖是小胖吗？对，小胖。这胖这个物件吼，小胖是为日语来啦，吼。但是我想讲，我听讲叫那种嘛，毋是日语，伊是日语的外来语啦。所以面包甲小胖共款是物件，共款一个物件，只是讲的物件，讲的语言无共款。我日语佫叫小胖，但是咱佫叫面包，但是伊共款是个物件，共款一个物件。所以讲弥赛亚甲基督就是将伊是共一个词，但只是讲一个是希伯来文，一个是个用迄个希腊文安尼尔。对吼，咱安怎吼来确认耶稣是弥赛亚是基督？咱讲弥赛亚甲基督就是一个受抹油的嘛吼，就上帝去竞选的人。咱要安怎去确认伊是？要安怎确认伊是弥赛亚是基督？弥赛亚嘛是。我想问一个问题啦吼，我要确认我是阮阿公的囝，嘛我阿公的孙。我要确认我是阮阿公的孙，是阮爸爸的囝。是拄则有一个人讲，因爸爸是因公公领养所以因兜就无家谱呢。无，以这以台湾的民法来讲吼，受人领养吼，伊就入姓嘛。就是你就算因兜的人安尼对无？是。我杜根信嘛吼。我要确认我是阮爸爸甲阮阿公的子孙。你去病院查，无去户政事务所查。验血对无？验血以外嘛吼，来就是为家谱嘛对无吼？对吧？当然吼，咱免怎来讲，迄个耶稣是弥赛亚，耶稣是基督。免安怎来确认？免安怎讲耶稣是弥赛亚，耶稣是基督？免安怎确认？圣经讲的。因为足侪人拢讲伊是个救世主嘛吼，伊要来拯救这个世界。足侪人讲伊是迄个圣经讲的迄个弥赛亚，足侪人讲伊是圣经讲的基督。咱免安怎确认这个？咱所信迄个是就是弥赛亚是基督，咱免安确认？
免那确定。有人甲我讲一个无？好，来，嘿嘿，对，有我人讲啦吼。嘿，我好，老师来讲答。我进前迄甲文青诶讲着吼，迄个台湾有种动物，即摆硬要无去啊吼，叫做迄个台湾云豹。台湾云豹。台语叫做石虎，石虎。种物件伫台湾一定买无，但是都有，但是有人去掠着，掠着了后，名确定讲一只吼，就是台湾云豹，名确定。岩灰吗？当岩灰是种啦吼，岩灰废弃啦，岩灰啦吼。来就是讲，早人捌看过，但是会画落来，吼。有一寡文字啦，用图去描述讲即只早台湾即个台湾云豹讲石虎，伊生到啥物款？那像猫啊，但是甲猫有啥物无共款？伊有一寡特征，吼。来就是讲伊特征像讲我要确定我是阮爸爸、阮阿公的子孙，当着为家谱。生了做成吗？家谱。家谱，生都共嘛，来是家谱。来就是阮爸爸承认，阮阿公承认，我承认，就变一个嘛吼。伊承认就好啊，毋管是真正还是迄个领养。像讲吼，领养嘛，佮承认嘛对嘛，我承认快点，这个承认吼。咱来看后一张吼，咱来看后一页。对，好。所以咱这有要来考大个哦，对无？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这个用台语要安怎读？有人会晓读嘛？这个咱看足简单吼，但是足侪人读唔着，拢读唔着。拢读唔着。嘿。嘿啊，这咱想要足简单诶吼。你要读看卖无？你读看卖好，你读看卖。这是亚伯拉罕咩讲？阿伯拉罕。阿伯拉罕。啥物啊？后嗣子孙嘛？真正都歹读哦。代替的子孙对无？是安尼嘛？来，我跟咱来后日来看卖，看伊安怎读下来。好，你看直接看答案对无？好。这个台湾日本诶写嘛，吼，马太福音1章伊就讲阿伯拉罕诶后裔，代表诶后裔，基督诶家谱，吼。所以后裔啦，吼叫做后裔，吼。后裔毋是子孙哦。因为伫迄个巴克的圣经、白话圣经啦吼，伊子孙嘛叫做后裔啦，后裔讲后裔就是。后裔就是讲吼，子孙拢叫后裔。是叫后裔。是安尼。是。来，咱倒来看吼，迄个我头个有讲过吼，讲咱要安怎来确认圣经讲的这个人，这是耶稣。我头讲，我要确认我是阮爸爸的囝嘛吼，阮阿公的孙嘛吼。第就是迄个阮爸爸承认，阮阿公承认。我承认伊是阮爸爸，这是为家谱来嘛吼。第我讲吼，台湾我来做一个比如讲台湾云豹这个石虎吼，咱会讲只只是石虎，只毋是猫，因为进前拢有人互伊描述落来。咱若是咱伫圣经内面讲进前有一寡先知，伊有伫古约有先知讲。我先来问你吼，咱前要读过预言吼，台语面来讲。因为考试啊，预言叫做顶礼拜讲的对。叫参悟参悟吼。来去参会啊。参悟。所以古个圣经的参悟吼，旧约圣经的预言吼一种。来就是讲耶稣的世系，咱讲阿伯拉罕伊的子孙。咱来为因为犹太人对因的家谱非常的重视，所以圣经有讲着讲吼，恁毋通去一直去顾念恁的独的家谱，你爱去思考你甲上帝的关系，毋是你的家谱，你家谱袂救你，袂救你吼，这是另外一个讲法啦吼。所以讲为耶稣的家谱，咱看这人敢是伫圣经内面所讲迄个。
未来的弥赛亚，这种是，爱的承认，耶和对，华家承认，得耶稣家承认，哦。是。所以咱后礼拜继续讲，着圣经内面有足侪所在有讲着吼，旧约有讲着耶稣对无？迄阵耶稣未出世吼，来着去讲着足侪吼，禁句安尼就对啊。就讲着证据，讲对，证据，就是禁句。安尼今仔真欢喜吼，多谢观众朋友伫后台讨论热烈。你知影恁讨论啥物？讨论胖叫做啥物？你看，即个讲，阮的师母讲，泰国嘛是叫做罗迪哦，因讲是迄个，啥物马来西亚吼，大马人，伊嘛是叫做罗迪啊。但是咱拢讲胖，为什么讲俗胖？是因为做俗吗？毋是啦，我真甲捌去看着一寡对这个讲叫俗胖有吼，因为最主要是为日语过来，但日语伊都毋是加物件，是日语的外来语，讲俗胖嘿。来有人讲是，伊嘛是叫石虎对无吼？咱讲对石虎，石虎，这我就毋捌啦。石虎是啥物？石虎，安尼嘛是袂歹。多谢吼，多谢大家今仔日来甲阮做到老日，后礼拜继续欢迎大家吼，继续会当支持阮的讲台语，安尼若有啥物想法，你会当讲落来哦，就是会当写落来，还是甲阮讲吼。伫每礼拜一下暗台湾8:10，泰国7:10，即个节目是泰国的科莫基金会甲台南信教会吼联合主持，好，那么真欢迎你甲阮来开讲吼。这是啥物？我都毋捌啦。老师敢看有？看无。这后摆吼，咱请伊起来讲一下吼，真有研究的哦。好，安尼多谢今仔日大家会当去佫有人咧讨论因兜的。迄个啥物第几代对无吼？会当大家会当写落来吼，甲阮分享讲，你会记得第几代去啊吼？好，多谢老师，多谢平安，多谢观众朋友，下礼拜再会，空中再会，平安。